心今日宣布，台湾无新增加武汉肺炎确诊，屯门港区全市累计确诊维持到31人，现时全台湾累计有429位例，连等14日无本土病例出现。5日連續假期停電就愛到來嘅，呢度片面前面連續假期要當到景點，而降到年，更怕會發生群體感染。交通部列出嚟175隻，然後有可能會始終當到嘅素材。民眾用手機嘅下載1968 App， 就做得先去查。屯門港區確診有31例，其中籌備新增加嘅案例係到高雄市。衛生局講，因為確診者先前去嘅素材，就同做一條嘅情形同樣，都既然作為清潔同消毒嘅，故作唔會再個另外公布。另外，高雄市啟動防疫平安演習，本人批評也對高雄市民有污名化嘅問題。高雄市長韓國瑜回應，也按你講對減少韓國亞兩年嘢唔公平。全世界確診超過為292萬例安多位，有20萬人死亡。WHO 25幾日表示，現時無證據看得出已經好嘅韓國有抗體嘅病患唔會繼續感染到。南民主巴西確診病例減嘅超有6萬嘅安多位。媒體報道，巴西疫情切到當日，也下設立嘅南民主疫情嘅中心。